从60岁的人，没了唔得多做案，点都做得开创第二人生。花样同学会都系爱团太高太极，向下挑战唔识做过的事情，完成头摆的梦想，心转深度的热情同期待。准备了，同能向下展开一场去拍的追梦旅程。真啊真是恋，大班啊有什么？买到山二是超过20年，以前当少机会强下，因为我当好唱歌，所以我心里善过半。时常大家强下出去表演，大家的感情是越来越好哦。自从参加了歌唱班之后，爱上了音乐，也结识了秋香老师这个好姐妹。以及非常会照顾人的刘老师、世旺哥，他们这2位大帅哥。我连40强下了，感觉非常快乐。我就感觉太一个强下，人多了下，都有较坚强、较活泼。我熟悉梁老师30-40年的，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的。直到梁老师呢，伫去教客家歌谣班，当欢喜。有我来地方好唱歌的，大家也搞到真多朋友。头7点，我来到台北文山区的一座活动中心，现正一群哥哥姐姐睇下这个上歌唱班。一班我拜访的，一头哥哥姐姐呢，伊呢都系唱歌的家人呢。其中一位呢系歌唱先生，还出过唱片哦。已经家睇台北 PK 开的4-5只歌唱班。现正唱歌的呢，一群哥哥姐姐都变做2-30年的好朋友。我都想要来听呢熟悉一下，看那是伊呢感情有一好的。好多有看到荧幕上呢，唔知係咪下課嘅？你看下先。哎呀，嗰度面呢？熒幕上。哎，係咪下課嘅？我前面係秋香老師，嘅應該都係。係你上課，今日你等一下冇教操伊呢，身上看一下伊能用嚟上課嘅。那我用的是。也係秋香先生喺台北成立嘅5間客家歌謠班，每禮拜固定上課，一定好唱歌嘅意義，甚至係影響嘅自家3位無窮時期認識嘅好朋友，都來加入歌謠班，歡歡喜喜來推廣客家歌謠。好，哥哥姐姐呢？好，係我看到呢，上課嘅人去多呢，嗬，我有睇看人嘅譜，也係哦。嘿呀！哎呦，真正係出唱片的喲，還有眼偷偷養一下，唔能睇唱嘅技術啊，純鴨上市，嘿，很愛寫，而且你係看到詞曲嘅呢，哇，厲害！700個創作，嗰陣時哈，差不多10多年前，嗰陣時我老公在大陸。人家講的就是會比較有兩地相思的感覺，然後那個時候去宜蘭花蓮，就看到個樹，然後跟那個藤纏在一起，能夠藤到樹誒搞產插山呐，就有這個 idea 這樣子。哇，好厲害哦！還會下哦，但係會唱還會下歌嘅呢。係，不過我哋嗰種玉鳳姐唔係行嘅，哎，唔通我想要來學客家歌嘅呢？就是多方面的學習呀，然後越學越有興趣。不說係因為學客家歌嘅，熟悉秋香姐。对啊，就是大概有一个餐会吧，然后就看到这个好可爱的老师哦，然后个子然后不是很高，还蛮会表演的，还会带动唱，越学越有兴趣。最重要的是他那个时候就是还有，因为那时候我常常要表演哈，然后就需要舞群，那本来他没有参加的，那后来他也加进来，跳舞下去，他更有興趣了。咁廿兩位嗰個呢，如係行業嘛，啊，你會熟悉如
有迄因为创国的哈。最早个延伸国乐团是我创作的，是我一首做起来。那练的时间呢，练就参的时间呢，伊拄落去，伊讲我都可能爱现的时间呢，这个乡下来练。就这个地下室，迄时间呢，迄种是儿童要唱迄种的老歌啊，吼，迄个教来教去咧，教伊，看后面了了，咱太极啊，乡下去哦，出国啦，表演啊，嘛个东西啊，记得全部仙女啊。只有我一个男孩子，然后这样姐姐来哦。哎呀，原来个舞群里有6个女生，啊，恋爱是7仙女啊，啊，系加给一批那个8仙过海。哦，刚刚师公讲咯，其实唱歌跳舞就冇听到。哦，我要算46年，46年前，佢係拿前辈啦。佢將來嘅工作。他出去创业，对，开贸易公司。啊，侬会比人类创国的呢？退休的时间了哈，创国外哈，对于那个身体的共鸣啊，很好，很棒。那我记得以前世旺兄那刚开头要他来歌唱班，他还不怎么想来。可是呢，那时候我怎么软硬？因为我说我水险也给你做，车险我家几部车子也给你保，我家的房子几间房子火险也全部都保你的。我在这里收费。因为你歌唱班哈，太加穷哈啦，我说呢，感情都越来越好啦，目标哦，20年安尼啦，你说就90岁了呢。加入迄五个地盘系咪？有一个小小的投资。我眼冇来讲呢，佢派头呢。对，新北市可能没听一名的哦。哦，系哦。然后那多少个仙女大礼拜，为了来练舞。所以哥哥姐姐能手了呀。对。像我们哥哥姐姐啊，能熟识按旧哦，吼，有2-30年、40-50年嘅，咁能相互之间啊，对彼此的印象系嘛嘅？其实我们都玩在一起呢，什么事情都发生过。什么意思？任何什么事情都有可能。哎，你不要想太多啊，不要想太远啦，不可以啦。吃喝都在一起。有也机会啊吼，认识哥哥姐姐啊，发扬同好飞啊个节目啊，都系我一群老朋友，去下去做一件忙是做过的事情，我有个挑战。啊，你有想到讲，应该有某个事情前做过，想要去吃看哪爱冇？哪想为？俺有一个配音培训哈，4公演前有一个那配音培训，俺知道，如果说做主播很好玩，我的梦想，俺有想安尼讲，做吃看的，安尼做得吗？做得啦。哈，冇用。呢個咪冇啊！长得又不帅呢。我你赛车，赛车，没有。按路咱走出来，他上我去爬登玉山，要山玉山，玉山的喜马拉雅在那里。你的脚可以吗？你做得吗？你脚？做得啦。因为讲就做得吗？我较脚得你冇多，也脚冇问题哦。哎呦，做唔得呢，那我。因为不行啊，我4个月前才受伤的啊。对啊，世旺哥挑战玉山，我想说这个不太可能嘛哈。然后后来我想说，说唱，那什么国台语呀、客语呀都学过了，那阿卡贝拉呢，我觉得比较新鲜。有一次我们不是有在试吗哈？欣赏给说矮显的。对，然后这样子，就是有一点，然后用鼻音的，我觉得这一块我们比较还没挑战过。对，旺哥呢还要打枪吗？哎呦，不要去爬山啦，爬山太难了。爬山爬不来了啦，主播，我只讲过我。赛车我不要，赛车只有2票。阿卡贝拉，玉山呢？投我吧，你们3位。我想旺哥叹了一口气，因为老师，我想说客家歌我也会了很多啊，就阿卡贝拉就还不会。好像这个 idea 是很好，可是很难，要学可能要很难。刚刚你们比较要担心我，因为我冇得出国我唔會受難，你會受捱哦，因為我會講嘢冇。今日你嗌你去潛先生哦，好唔好？要幾天嚟未？
大家同意哈，万哥同意哈，阿卡贝拉就是来玩一些不一样的嘛。嘿，你说说爬山我们没有办法啊。主播来讲，可能老师你可以，那我们没办法。嘿呀，就是这样子。嘿，阿卡贝拉好像又有难度啊，又黑难。对，年轻人做的应该没有分年纪。将来在客家史上会有史上年纪最大的那些大破亚的记录。好，刚才两个录去欣欣赏哦，刚才录阿卡贝拉。谢谢你们投我的票，真的好。好了 ，OK， 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来举杯，庆祝我们终于决定了哈。好，阿卡贝拉，好，决定成功。阿卡贝拉，我是曾经有看过，之前我听到的，他们还有发出什么啊哒不哒啊哒不哒，或者是什么嘣嘣嘣吧嘣吧嘣吧啊哒，各种的声音都要会这样子。真的是都是没有乐器嘛，完全是用人声尽量去学嘛，因为大家都选了这个嘛。阿卡贝拉青苔的特色，如係純人聲合唱，甚至愛利用專業的人聲打擊來推樂器，所以要加強自家唱歌的功夫，同聲嘅穩定性。再過來如係每個人負責的聲譜都冇相同，咪愛改轉型，愛用音感同改革卡，能做得確保音準唔會被別人綁走。甚至是會當中有人跌破、搶破，都有可能會去故意表演就展現呢。究竟我哋呢發用阿卡貝拉表演，會係一場人說到會起嘅表演，也係一場災難呢？嗨，老师，我带哥哥姐姐们来拜师了，来，紧张后，哥哥姐姐，这位是郑林祥老师，然后是对，然后好，老师好。然后老师其实这些哥哥姐姐平常都有参加歌唱班，然后这位是老师，这位是班长。我们是那个唱那个是给老人家快乐。老师会想要知道哥哥姐姐们的程度吗？当然啊，如果可以听听看的话，当然好。好，那你们表演一下给老师听。歌词还记得春风吹着满面的论茶席。OK， 对他们有信心吗？一开始啊，因为还不太确定大哥大姐们的音乐能力大概是如何哦，而且阿卡贝拉又需要同时兼顾非常多的细节，所以的确会有一点点为他们感到紧张。哇！放心了，大家请坐，大家请坐。好，我们准备来上课。简单来介绍一下，那到底什么是阿卡贝拉呢？就是没有用乐器来伴奏，讲得非常精准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在里面，没有乐器在做伴奏的人声的演唱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主唱我们叫 lead vocal， 那和声声部的话，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女高音、女中音跟男高音。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阿卡贝拉里面呢，男低音还有人声打击，他们在做的事情呢，都是不是人要做的事情，而是模仿电贝斯的咚咚咚。就是老师的角色，其实对，我是男低音没有错，是的。那人声打击呢，叫做 vocal percussion， 我们有时候会简称叫 VP， 或是就叫它人声打击这个样子。但大致上，他在做的事情就会像是，所以你带着一张嘴就取代了整个鼓组，出去玩就很方便。除了人声的部分唱之外，有时候它会化身为乐器。好，我们先讲一个二，对，就是试试看，很像用欢呼的声音讲，很好，帮我唱一个3、4，恭喜你们成为5只二胡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其实非常的简单。人生70才开始哦，人生70才开始，我们的人生也是70才开始。没错，是的。很难啊，很难就是很难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如果讲闽南语的话，就踹了蛋了。阿玉凤姐嘞，
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我觉得还好。比较新鲜，蛮有趣的这样子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讲的这个部分是刚刚有一直提到的人声打击哦。那既然他在模仿的是打击乐器的话，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爵士鼓，会是这个声音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试试看，先讲不可以的不，然后用力的不，对，然后试试看把声带震动的呜拿掉，剩下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通常会漏气比较多，这个时候会像是。试试看，嘴唇夹紧一点点，变成是有一个小诀窍，可以试试看让嘴唇接触的面积变得比较多一点点。这个时候它发出来的声音会比较低，变成是。第二个要介绍的组成呢是小鼓，打鼓框的声音呢很简单，我们先讲下课，我们讲课这个字，课很好，然后把后面的拿掉，剩下。所以如果加上前面的大鼓合在一起，会变成是开合拔。我们讲，对你学会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它就是我们讲英文的 T。还记得我们学的第一个声音是什么吗？不，对，大鼓的不可以的不的这个声音。第二个是下课的。对，然后第三个是最简单的，帮我做，好，要复杂一些哦，把大鼓也加进来，听起来会是，你真难，真难想象伊哦，最发就咧想，就老太鼓咧想，要穷咪往样嘅吼。它有的声音是我们没有听过的声音，有的声音我们是发不出来的。不。接下来比较进阶一点点的，如果你现在把那个拔打开来的话，听起来会是。我们在讲这个打很快的鼓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做咚妈咚妈的感觉，咚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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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低一点点的。嘟妈嘟妈3、4，嘟妈嘟妈。好，最低的在地上那颗铜铜，嘟妈嘟妈。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。但要小心气音不要跑出来哦，不要因为它真的很低就嘟妈嘟妈，对，不行，那个鼓是不会有漏气的声音跑出来的哦。那速度加快的时候，听起来就会是嘟妈嘟妈嘟，嘟妈嘟妈嘟，就听起来像是鼓手真的打得很快的感觉。通常在五线谱上面啊，大鼓的这个 B。的音色会写在五线谱的最下面的这一条线。五线谱看不懂。五线谱看不太懂是吧？这个都看不懂。老师最难是不是就是 VP 的部分？你说最难的吗？对，对初学者来说，对，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唱其他声部，它大部分还是属于唱歌的范围。可是 VP 的话比较不一样，它变成是我们用嘴巴做一个平常不会做的事情。哥哥姐是不是在想，等一下要猜拳？谁要当 VP 这样子？当 VP 也难，你要去当那个主唱也难。这个歌词你看看，你都要打结了，你还要唱。对，老师，这个是你要给我们挑的歌吗？没错，是周杰伦的《稻香》哦。但哥哥姐姐有听过吗？没有听过，第一次听过。哇，这个难度就会比较高一些些。是的，是。接下来呢，重头戏，我们要来分声部喽，先开始喽，3、4。来喽，往下走哦。对，往下走喽，下楼梯喽。不错。还有可以，再来。还有吗？哎呦，很厉害哦！我挑战一下极限，倒数第2个，应该还有最后一个，有，成功！不错，既然这么努力了，我们有贝斯了，有贝斯了。不过我相信我会唱高。啊，就高点会，低点也会。唱那个发音啊。知道，客家发音。
那个用假音的那个时候，可以高到8点。就是音域很宽的人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好，那我就不用练。端正有氧是歌谣班的先生同學生嘅，一到睇下歌睇下姐，面對路行會唱哦，音樂未規範，看起來阿卡貝拉耐考嘅方言呢，所以先生今天要來增加難度，一擺要表演嘅曲嘅竟然係流行歌曲《偷香》。記得你說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隨着稻香河流繼續奔跑，微微笑，享受高的夢我知道。一首歌嘅戀愛路感覺節奏是太罕見啦，一到睇下歌睇下姐，端正有辦法挑戰下。稻香我們客家說五香啦，那首歌很難呢。本身唱的時候就已經是超難的，因為那個 rap 在我們這個年紀，你知道我幾歲了？哎呦，要我們唱那個，要我們唱，哎呀，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難，咬字都咬不清楚了，然後還要唱阿卡貝拉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戰呢。我們這首歌不是沒聽不是很熟，第一次聽到他，對不對？能不能唱也不曉得。心裡有沒有覺得應該是老調？推給老師就對了。這也是男生的歌，不要死啦！老師覺得男生適合。我是覺得老師的人要承擔。聲部的話呢，我們現在會需要主唱、主旋律的，然後女高音、女中音、男高音、男低音。那因為現在目前你們只有5位啊，所以如果最理想的狀況啊，會是你們再去找一個夥伴一起來加入。哦，湊齊6個人，讓這首歌的完整性可以更高一些些。那第6個我來找，第6個人我負責。好，我盡量找男生。找男生找帥一點啊，要求好多，好，還要顏值擔當，是不是？老師，我來給個問題，麻煩老師給我簡單輕鬆一點。那個我再認真考慮一下。對，這樣講的話，可能就要給難一點。好，所以要記清楚嘍。回去的時候，主旋律我們大家都把它聽熟悉。謝謝老師，感謝大家，辛苦啦，很棒，很棒。曾夢先生，今天現場本人愛表演嘅偷香。提拔提供一個試案秘籍吼，古時我相信對唔單槍對愛哦，對哥哥姐姐，因為還無談過要做過嘅哦，阿姨嘅試案度吼，我相信愛從韓國愛配起來，如果難嘅哦，更加因為如果緊張，係咪過緊張唔點樣樣呢？古時呢，老師今日出嚟功課本啊，愛做，然後嚟同人哋討論，首先愛同一個吼總述來吼，也最少會創得出來，人提供啊呢分批都配在別的部的時候，會做乜嘅？你要下睇要寫簡譜係咪？先算譜嘅。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要不让你我在這裡逃跑，相見的歌謠永遠對你好，回家回到最初的美好。2、3、4。先生講啊，希望有6個人，嗰種呢，我都應提前有乜個朋友適合嚟講嘢。Hi，Hello，嗨，我想要問你最近有沒有空？因為我們節目花樣同學會最近有一個任務，我馬上就想到你。好，約定嘍。好，你時間要留下來哦。好，耶，成功。
上班上海课啊，教个一张咩？大家还记得老师搞那个乐器吗？像大鼓喏，大鼓有记得吗？哦，哦，东南的吼，东南那个小鼓喏，哎呦记得喏，K 啦吼 ，K 加风雷电嘛。老师好像有还没什么，是没像安尼。啊，你还记得冇？老师几摆啊？有讲新理想系要留给你。系啊，有冇？对，我真有请到哦。还帅哥嘛？哎呦，松柏还没有引工，我小鲜肉。哎呦，我们来鉴定看看，你还没走的。好，我来唱一了。那会唱落一嘅啊定？落的哦。对吗？嗨。哥哥姐姐们介绍一下，这位黑贾斯汀，是假的吗 Nice to meet you too。你会不会讲？会不会讲我们的话？你们的话，但是我会唱。可以吧？哎，厉害哦！而且你的音乐一定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音乐 OK，但我们这次啊，其实是你的吉他太不常用。对，跟吉他没有关系。对，我们的阿卡贝拉呢，全部要用人声。可以，我还可以选那个你在夜店的门外跟里面。再关门。我们这次要唱稻香，可能用不到，用不到门。对，用不到夜店。我们要听虫鸣鸟叫。对对对，那个我们听到前奏有一些虫鸣鸟叫。你想听怎么样的鸟叫？啊，还可以选择哦，鸟哦，青蛙有在鸟里面吗？你想听青蛙？他想听。我不会。我是蛤蟆。好哦哦，蛤蟆。因为我们客家歌有一首歌叫《蛤蟆歌》啊，这样子吗？有这首歌。那你会什么？你会什么？教我们几个。壁虎。啊，壁虎会叫啊？会啊，会啊。你没有听过吗？晚上的时候，他在跟他的浊水溪以南会叫接吻，他说，哎，蛮像的哦。蟋蟀的声音。蟋蟀怎么叫？大家很熟。好厉害哦！哎，这个声音可以去放在稻香里面哦。是不是这样吗？会，这类似，对对类对，然后再加上弹舌头，这个就比较难一点。哎，有弹舌头了。哎，弹舌头很好，但是要加。大象，大象怎么叫？这个是大象便秘。大象怎么叫？你们会这样吗？这个很像放屁，这个大象放屁没错。啊，我们做比较暴力粗鲁一点，就是好像哦。然后你可以加上它的鼻子。很像哎，很像。吃看嘛，生气的大象。生气的大象。哎，刚刚是有说鸭子。哦，鸭子。对，鸭子，那简单。对，很像，但你可以从舌头旁边。哎呦，卖。哎，有像哦。然后可以跳不出来。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卡通叫《天方夜谭》，你们有记得吗？那是你那个时代的哈。然后它里面有一只乌鸦，然后主角叫小胖，然后那个乌鸦都会边飞边叫，但老师应该不会让我讲吧？一位 T6V 成員賈斯汀來教業，一定會靠自己天初會團一百嘅阿卡貝拉表演，加添韓國度光彩。大家韓國係充滿信心，認為表演天初會成功。
老师好。耶，老师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带来一个新学生？对，帅国人。帅国人，我可以透这个吗？我以后要这个用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这是翔翔老师，这好是贾斯汀。贾斯汀你好。哦，那我们就先坐下喽。没问题，请坐，请坐。继续上课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先一起练一下这个部分好了，当做一个复习哦。我们先来回想一下大鼓的音色要怎么做呢？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就是这样子哦。对，没有错哦 ，Justin 的大鼓很好听耶。我们先慢的来就好，帮我做。所有人一起 ，OK， 非常好，都学会了。对，其实会累，因为它就是你的喉咙的肌肉啊，还有嘴唇附近的肌肉一直在工作。那我们来复习一下《稻香》这一首歌哦。主歌啦，主歌的部分特别难念。反而是副歌比较简单哈。对啊。对。主歌那个好像念经一样，人家念经，对，有一点点那个饶舌的感觉在里面。那像练到这样的歌曲啊，或是这样的节奏的时候，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先把它的音高拿掉，至少我单纯念歌词的时候可以念得稳定。如果说我们今天先把旋律拿掉，剩下节奏的话，它听起来会是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。可以先用这样的方式去练，我们只要先管好节奏的部分。节奏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把旋律拿掉，剩下节奏。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对，没做到。好，我们就先到抱怨就好了。老歌才用了啦，那这个新歌你乐。对，其实没有错。真的。老师怎么讲？对。跌倒了，所以说唱歌都会讲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在唱国语老歌的时候才是很多。没错，在以前那个时期，像的啊，我们会唱底，然后了会唱了，它的那个发音上会再更美一些。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。那我们速度稍微加快一些些哦。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。加上音高的话，我先慢一点点，它会是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我们就按照我们声部的高低往下走下来分布好了啊，所以紧张的时刻要来了，有种要开讲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的主唱呢，我想要交给秋香姐。对，我们可以唱女生的 key， 因为我一直觉得秋香姐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新，就真的有稻香在飘的那个感觉，还不错。女高音呢，就交给我们的纯唱歌。没有，开玩笑。想不到。好，女高音呢，我想要请易容姐帮我们来唱哦。我竟然可以唱女高音。我们的女中音就要交给玉凤姐来挑战喽。对，音高没有到很高，也没有到很低，但是难会难在你会需要跟女高音很密切的合作，你们的声音是最接近的，两个人会真的是很像是和声的角色。我想要先来选一下我们的人声打击哦，我们的 vocal percussion 要由谁来负责？纯唱歌有没有挑战看看？很有潜力哦。对呀，这个。你就不用唱歌词了。一口答应，只要不要歌词。他会唱啊。但这个很累哦。对，很累。对，现在觉得不用唱歌词很轻松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要拍照打分。对，没错。我想要让阿旺哥来唱男高音。好，男高音要唱什么？男高音其实没有很难，等一下我带你们练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 Justin 呢是我们的 bass， 我们的男低音。没错。其实你的角色就是模仿电贝斯。那我们今天就先从 bass 的部分来做看哦。非常好，这个就是前奏的 bass， 还记得吸气哦。这个 bass 会昏倒，结果这个前奏就昏倒了。
后面其实也是类似的，所以可以先熟悉这几颗音。男高音的声部会稍微难一些些。我们可以试试看唱“嘟”这个字，对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帮我先找一个高音的“嘟”，现在稍微低了一点点。嘟，你现在唱的是这颗音，我们现在往上走，做嘟嘟嘟。对，这是你的第一颗音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哦，3、4。阿旺哥是男高音，其实也是因为他的音色有一个很明亮的男高音的特质在里面。虽然他为人有点害羞，会有点担心自己唱不够好，但其实他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好的。玉凤姐的音色其实是非常温暖的，而且她在中低音唱得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会觉得她很适合女中音的声部。好，这边进。人声打击，我会想要让全藏哥来挑战看看，主要是因为我发现他在打人声打击的时候，每次都会边打边笑，感觉他玩得蛮开心。对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错没有错。然后我们到时候会唱得稍微慢一点点，这样子。本好上铺过後，大家都談論開始練習。本等角度唔是接觸過阿卡貝拉嘅藝人，唱起來會怪怪。冇想到大家按都特別多，比起來一聲係猛一夾先呢。究竟大家練唱嘅結果會形容你呢？路線冇一團觀眾朋友講按多，好戲留睇背後，請大家等等來看啦。抽那条稻香哦，那我们是不是要给一点那个一小部分要唱客家歌？做得没？做对了，但是你要做那么来唱呢？副歌吧，副歌可以拿副歌，副歌一小段，思考内的哈。记得你讲家系唯一的城堡的哪个？上报，上门的上报，上门然后上报，好，随着是肯定。我们要谁来？那个前奏谁？嘉欣，嘉欣这个。嗨，嘉欣。咚咚咚咚。男高音我是较唔怕，因为我合唱团是唱男高音的，但是我就讲讲是单腔一声音唱一个上铺的时间，我请讲嘅我唱唔准，我俾人来走，嘿，一定系请讲嘅。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孩子不对了啦，你对了，会太快，对我们不对了。我比较担心玉凤跟世旺大哥。那世旺大哥，我就他讲讲哦，给他本来是后半起拍嘛，后来老师给他改，就说用听一跑，用第二拍啊，用听一跑啊呢。然后那个贾斯汀也有帮忙他，那所以我来想，应该几多少是认真而练哦，应该做得啦。總算都係愛表演嘅人嘅。常常先生為到愛藝人嘅表演，韓國電影，韓當工廠嘅也師傅嚴賢先生，來同藝人進行最美嘅把關同指導。我们有一个想法，你要用快闪的方式，对不对？在秋香姐的那个班上，我们要大家都不知道，学生都不晓得状况下，我们要一个一个这样起来，然后先有一些动物的叫声，然后陆续走到台上，可以这样子的表演，可以，有分配的动物嘛？那我们先轮流叫给老师听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贾斯汀先好了。哦，蟋蟀，然后旺哥，比台。春长哥太早了，好，春长哥，好，秋香姐，好，玉凤姐，喵，然后我是，
舞 OK， 是不是很难组合啊，老师？这个我要来想一下，的确从早到晚，对，从早到晚全部都有。很难排顺序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待会来想一下，怎么样让这个顺序听起来合理一点点。那我们就从这个部分先开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觉得我还多需要一个做环境的声音，就是直接让它进去，然后就是让整个氛围或整个改变的音色。那我觉得乌鸦在还没有叫之前，可以先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乌鸦，你待会帮我做，你知道有点像吐气，叫牙齿吐气，你说这样子。那个是用舌头吗？点就好。顺序待会我点到谁叫。好，来试试看。好，来哦，从你开始。然后你。好问题。换你的，可以小声一点的。就这样。很棒啊，很棒啊！到乡下的感觉啊，对，比较大型的动物啊，都不要叫太大声。好，不要乌鸦飞出来，不要太大声。乌鸦要小声，好难啊！对，小对，小声。感觉这个有进步了，那个贾斯汀也，佢讲啊烟有准啦，拍子本人冇做到这个拍子啦，好，反正就跟创作出来。练到真辛苦呢，阿卡贝拉冇按简单呐，歌词哈，哦，这个周杰伦的歌词比人家3首歌的歌词还要多。我真强的录系，其实人家是一次录系冲合音啊，够简单。够难的系合音系的，要冲副歌嘅客家的部分，客家歌的部分冲系的，因为贵到合音。我感觉嘅真难的，因为我一下的嘅音会飘飘的。我也可以跟我讲，阿卡贝拉超级难，但是他们非常好，所以晚上就好好加油，开心的玩，放心的玩，开心唱，放心唱就好了。不担心，有信心，一定有信心，有自信。咚咚，对啊，可以。而家我哋來到嘅係客家語文中心，也嘅錄係我哋安布亞嘅快閃嘅重梯。你看呐，我哋係做嘅制服哦，吼，唔過你愛先扛起來。因為啊，我偏學生嘅嘛，古說我哋都係溫線上面人講，今日做上課，啊客家電視台我嚟學亂嘅。係啊，我以前上好多班蘭餐嘅人，讓毛毛虎空去嚟表演。嗨，各位同學，上課咯，大家都嚟哦，來上課嚟。安坐上課。體育，下你欣賞大家好，各位同學，那我們今天呢，我們要來唱這一首《春芽相思》。你先來念下歌詞咧哈。田書高殘插山呐，田書高殘插山呐。已經在上課誒，我哋兩個要準備練皮草誒，準備。心在我来相共港来，哎呦心在我来相共港，
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，勇敢的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知足，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？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乡间的歌谣，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。哒哒哒，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，就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？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色，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。笑一个吧，功成名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，这才叫做意义。童年的纸飞机，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帐篷，天天不用风雨慢慢牢牢，微微笑，这世界越梦海底游。好久不娘宠爱给你下着，永远给不永远给把口转对吧，转到最初的迷惑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银行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乡间的歌谣，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什么 NG 啊？好糖哦！俺们头一开始啊，老师唔係攞點下嚟吞我頭啊，唔係要香港老師提做嘛嘛？对嘛，在巴黎嘛。那个同一个系列的衣服吧。哦，我们走出来的时候，没想过我一袖太满意了。有個老師頭先冇試過，唔知做乜東西。咁一開始談到俺哋呢，嗰種動物嘅身，能有相關俺哋提做嘛？計下一個貓的那個劇貓的家是哈，一個貓的劇哦。係啊，從美尾叫。啊，奶奶咁樣每天嘛該讀書嘛？不要炸啊！能頭到糖嘅感覺有冇？先係當斜啊，當風哦，佛山佛的當風。哦，咁感覺啦。唔是會衝嘅。阿艾，係啦，衝少啦。你松哥松眼叫冇松到嘛幾好，都係嚟到彈眼彈茶哦。是我冇衝空，人會衝自己家的。和銀河的東後。哎，佛山佛的今後。哎，好，它那個各種聲音都出來。啊，剛剛青頭糖。嘿哦，那個很熱了。哎，阿香啊。不管哦，你看呗，黑云马该挑战哦，你千量都得来请来，要坚持自己理想想要做的事情，成功。是多咯，好咯啊哈，多好一種嘅好誒。这一次啊，会让我永生难忘啊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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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其实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，勇敢的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知足？内心一切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向前的歌谣，永远的依靠。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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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